的短宣队他们到泰国那边的一个服事哈。那感谢主哈，在台北那边竟然可以用中文来相通哈。如果是泰语要学很久哈，所以要宣教，第一个要先克服环境、克服气候、克服健康，而且还要克服语言。我们就可以想到说，早期的宣教师他们多么的厉害哈！到一个地方半年就会用他们当地的语言来讲道。那其实我们的激励小组是一个开始了哈。其实我们教会这2年，好像神给我们一个旨意呼召，就是慢慢要往外去传福音哈。我们的提摩太在下礼拜也要到口碑教会，虽然不是很远，但也像类似我们的激励小组一样，去那边做跟带主日学夏令营哈。那我们有很多个别的独立的单位或是个人在参与传福音。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能量，愿大家一起来参与哈，无论是第一线的或是在背后的。我们也谢谢恒星兄了哈，夫妇他们这一次带领我们的小组去那边做服事哈。我们有感动或是想要了解的，可以再请教他们。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做祷告。谢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刻，一起敬拜，一起从社青基甸，还有我们的激励小组在外地的宣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跟学习。主啊，我们也要从你的话语得着造就跟栽培，求你带领我们一起分享的时间，让每一个人都有从里面得到的属灵的光景跟照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至圣真道得造就。这段话就是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犹大书里面出来的哈。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做一些复习了哈。那我们都知道最近我们这2-3个月哈，教会有推动很多不同的这个学习的事工哈。我们教会一直在鼓励大家每日读经，我们有门徒学校，还有查经研经的课程刚刚我们在做礼拜的第1堂，我们就有英文查经班，我们有我们的华语查经班，还有周间的查经班。那我们看看这些照片，有一些回忆了哈。这个是周间查经班我们大概30多个哈，参加在早上跟下午跟晚上的哈，是由我们瑞平牧师所主持的。那这个是在第三楼的副堂这个查经的情形哈。那我们还有在2个礼拜前，我们教会举行的这个门徒学校的这个结业典礼有好20-30个从第1期跟第2期来这个结业哈他们都有美好的一个学习跟回应，而且还有很多位我们的学员呢，他们还写了他们的见证哈。有的是全程参加的哈，就19周都没有缺席的哈这一张是所有参加写自己的见证跟分享的心得的队员哈。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已经退休的李教授也参加在里面哈，而且这个参加的成绩很好哈，都几乎没有缺席。那这个是我们教会在上半年所推动的重要的事工，有查经事工，我们有这个门徒学校。我们上个礼拜也举行了年度培灵会透过柔美教会年轻人来我们带动我们的一个服事的热情哈，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哈。这是我们上礼拜举办的情形是2个教会的长子一起拍照哈，那是一个结束后一个大合照。那我们可以从这些过程当中，牧师要展示的是说，我们教会在迎接50禧年哈，不只是为了在外面那些热闹的节目，而是我们能够回到最基本的圣经真道的研习。我们无论是查经班，我们无论是使徒这个门徒训练，或是培灵会，它的目的只是促进我们
在真道上的学习，但是回归到最后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门徒都要有自己的读经的、研经的、学习圣经的一个真道的过程，没有人能够替代。好像这个节目很热闹，但是我不在其中；或这个节目内容很精彩，但是我没有领受。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主题一起来学习，特别我们看到了约伯。我们今天读的第一段经文是约伯记啊。那这段经文是记载约伯在苦难当中啊，他的3个好朋友好像是这个山友约伯山友一直在旁边啊，跟他对话，跟他鼓励啊，很多的话语也有质疑，也有挑战，特别是信仰上面。那约伯记是23章11到12节是约伯回答这3位朋友对他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在22章的时候，有一位他的朋友叫做提曼人的以利法，在质问的时候，他亲自来说出他不偏离，虽然在苦难当中，但是不偏离他的信仰的一个见证。他怎么说呢？第一个，他说：“我紧跟着他的步伐，我跟随他的道路，不敢偏差。”好，这个不是一个平常顺利的人讲的话，感觉很自然自在的。他是在苦难当中，他是在受逼迫的当中，他是在遇到人生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他这样说。第二段话他说：“我时时刻刻遵守他的命令，我跟从他的旨意，不从自己的欲望。”跟随道路，我们人生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它当成人生的道路讲。那约伯所见证的，就像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真道，确实这个信仰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成为一个真道，但是真道也包括我们的人生的道理、人生的道路所以不只是知识上的读经，而是从我的生命去走出这个生命的见证所以约伯他就用这样的话来回应他朋友的挑战好，而且时时刻刻遵守他的命令，跟从他的旨意。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上的了解，而且他还自己讲说不从我自己的欲望。欲望有时候不一定把它解释成说那个是负面的或是不好的，有时候欲望是自己以为聪明，自己以为自己的说法想法是对的，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约伯他努力去抑制自己，不要让自己的经历或是自己的一个知识去调整他跟随上帝的道路，这是这个约伯他的见证。另外，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经文就是这个犹大书雅各的兄弟犹大，他面对当时初代教会有非常普遍的一个假教师的出现所以他就写了这段话来勉励当时的基督徒要持守这个信仰持守信仰。他怎么要求呢？第一个，他说应该始终坚立在至圣的信仰上。那这一段话就是我们用和合本今天的主题啦。他说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为什么还要至圣，还要真道呢？都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一本已经非常完整的圣经，从头到尾可以做参考。当时的基督徒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得到所有一切神的话语。那有时候透过教师，有时候透过这些牧长来分享见证，那就让这些人有一个可乘之机，或是说他们有自己的见解讲出来，人家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帝说的话，是不是耶稣说的话，是不是保罗的那个传承没有。刚刚我们在礼拜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读了那个尼西亚信经吗？那尼西亚信经跟使徒信经有不同的地方。使徒信经是由使徒他们传承下来的，没有一个根源说到底是谁写的，只是他们一直在告白他们的信仰那其实正是由教会
大公教会，意思是说，当时所有教会的领袖，一个正式的开会决定的信经，就是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由教会的名义把它定下来的信经。里面的经文我们读了，有一些很熟悉，对不对？有一些好像特别提醒的，就是为了要应付当时的异端、当时的假教师所传讲的。其中最致命的是什么？他们认为耶稣可能不是上帝的儿子啦，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而已啦，他不是跟上帝同职同等的啦。那些话语等于把耶稣的救恩的那个根源斩断了。那犹大就是要在这种态度之下，鼓励当时的基督徒说：你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下一句就是说，借着圣灵的力量祷告。那这个才不会人云亦云，你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而是接受圣灵的教导，用圣灵的祷告，就是得到一个真正从神来的声音呐。所以他21节说，常常生活在上帝的爱里，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怜悯你们，赐给你们永恒的生命。因为走在上帝的真道，坚守这个信仰，我们就是正式走在这个永恒的生命当中。我们花东因为多山常常发生火车出轨的事件。上个礼拜才又发生一件，因为下大雨所以山上的土石浇灌下来，然后我们才刚刚买进来的很漂亮的那个火车来不及去闪避，因为那个突然间土石下来，连那些守卫的人员也来不及通知就冲上去了，所以那个就出轨了。轨道对于一辆火车多么重要，但是我们要往永恒的生命的道路，这条轨道，如果说被不同的影响、不同的对你的一个诱惑，那走偏了，那就更严重了，不只是生命的问题，而是永恒的问题所以我们回顾这个犹大书为什么会对他们那么样的强调？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的主题。因为这个作者叫犹大，他自己称呼什么？他说：“我是雅各的兄弟犹大。”那雅各呢？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就有印象因为他不是12使徒的之一，好像我们都常念这些12使徒的名字但是他确实是当时耶稣升天之后开始受逼迫，而且很多人到安提阿那边附近去传福音，但是当时在以耶路撒冷的领袖呢，除了彼得之外，就是雅各所以保罗常常有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要跟这位雅各这位领袖呢来沟通，来互动，有些宣传福音的问题对外邦人的问题所以可见这个犹大呢，他自称是雅各的弟弟就雅各的兄弟他们在研究的时候说，雅各就是耶稣基督的，在生命上，或是在他们在犹太人的这个家族当中的弟弟，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以这一位犹大他很重视说，当时从主耶稣传来的福音的信息有什么偏差，有什么样的挑战所以主要是在讨论有关救恩的问题了我们刚刚提到了初代教会常常发生假教师的问题所以假教师对当时教会的生活、他们的信仰的传承有很大的严重的影响。第一个是这种人的言论会引人入迷惑，换句话说，他们也没有什么根据，或是圣经里面有可以参考，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嘛所以谁讲的，他讲的天花乱坠，或者讲的能够吸引人的话，有时候会跟着走，他会以为说这个是真的是神的话语。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台湾最头痛的最头痛，包括执政者最头痛的就是台湾变成诈骗王国特别是网络的犯罪不得了。那其实我们看到
这样的这个犯罪，到底是那些犯罪者那么厉害，有办法引导你？但其实我们知道说，可能至少2个原因，我们会被落入那个陷阱。第一个是贪心呢，当人有贪心的时候，人家讲的话，你就觉得哦，这很棒啊，跟着走。第二个是恐惧。他会跟你恐惧说啊，你的账户有问题啊，你要赶快来解决啊，要不然是你的家人啊，谁落在我手上啊，赶快来要拿钱来赎啊。那这些除了话术以外，给你一些不同的情境在要求你。但是当时的假教师呢，他们就用自己的可能他的那个所谓的口条很好，或是他的言辞非常的闪动，很多人就跟着走了。所以犹大才会很急迫的要对他们做一点很大的一种提醒哈。第二种是这种人迷惑人跟随他们的生活方式，会造成信仰的这个生活的沦丧。特别当时哈有一个非常通行的一个教导，就是灵跟体是分开的，是2元的。所以有些人就传扬这种。哎呀，你只要信了就得救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是灵魂的得救，我的肉体不重要，所以可以放纵自己，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欲望来满足自己，但是我的灵魂不受影响。那这样的教导让当时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只是知识上认为我是得救了，但是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整个都沦落在一个罪的当中，所以这样的挑战那当时的作者是说，甚至败坏到连基本道德生活也没办法持守，所以作者在13节说，这个可耻的行为就是这样子。犹大书的作者犹大认为，必要写信来纠正这样教会里面这个错误的信仰生活的行为而且要他们当时的信徒要注意防范，特别是对那些信仰上尚且犹疑不定的人，要帮助他们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2段经文里面再做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结论，就是说，我们教会在推动各样的圣经的研读，我们一定要去落实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在福音的现场，你才能看见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力量。圣经真道是要让你走出这个生命的道路来，而不是纯粹知识上的传承。所以我们上半年推动各样的研习、各样的造就、各样的学习，那我们下半年呢，就是要我们实践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这一期的周报已经开始在报道说，我们下半年呢开始推动幸福小组那我想推动这么多年呢，可能大家应该能理解说，幸福小组不是一个节目，或是一个教会跟随流行，而是我们要用这个方式来实践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的教导。尤其我们最近常常领受到这样的教导学习，是说你的信仰要实践在你的一个福音的现场。这个福音的现场最能够测验你到底圣经给你的教导跟信息有没有真正达到一个目的跟力量所以我们在这一期的周报也报告说，我们准备来参与教会公报。去年是举行那个箴言的抄写，那今年呢，他们更扩大，就是要举办这一个诗篇的抄写那我们知道诗篇的那个容量呢，大概是箴言的3倍所以他们就做印制的3本抄写的。那我们去年很多弟兄姐妹很踊跃很快就完成了而且还去参加教会公报的抽奖，有好多位都得奖更感动的是，很多弟兄姐妹写的非常的工整，那些文字非常的漂亮，他们还跟我们要好几本去做展览了。展览说你们教会的写的很漂亮，那我们做展览可以吗？其中还有是很长辈70、80岁的都把它写来了。那我们这次他是想说，用1天写1篇的一个速度要预定要到11月28号
来完成了。那我们教会觉得这个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帮助，所以我们也配合这个活动。那我们在楼下有放了第一就是那个范本让你看哈，如果你有感动可以下去签名说我要一组啊，因为它一本就要200块，所以3本等于600块。不过我们如果12组，就是有参加报名12组，他们就会用8折啊，所以你等于是要先500多块哈，先把它买下来，然后开始写，一天写一篇。如果你要参加公报社的活动，你就是要在11月28以前缴到教会来啊，由教会的干事跟牧师给你签证说，你确实完成了，写完了啊，就当成你交了。然后我们会把它把名单送到教会公报，他们会抽奖，而且会赠送礼物，是把你的名字刊在教会公报上面。但我们发现说，有的会友他不一定是要那么速度那么好或那么快啊，可能慢慢抄写，所以教会本身也配合说，如果不在这个日期交，后面交也可以，但是比较完整了，那我们会退钱给你，退300块，好，等于是补助一半就对了哈。那也会送小礼物来鼓励。他公报社举办这个活动是说，要借由抄写诗篇来赞美神，也作为2024年献给上帝的感恩的礼物。这是他这3本不同颜色的里面的内容就是像去年一样，箴言左边是经文，右边是你抄写的。那目的不是说为你赶快赶作业把它赶完，而是就一字一字的抄写，用诗歌来赞美，诗歌来这个做一个认罪悔改，也诗歌来做一个祷告所以有意愿的话，我们可以到楼下签名，先给你签署说我要参加，那他会下个礼拜就会开始3本给你慢慢写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提到说，上半年我们一起做研习、做学习、读经、抄经、背经。那重点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圣经给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实体，在生命生活上把它行出来好，所以我们在思考说，那到底圣经给我们生活的角色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思考说，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读圣经好像很疲累读不来，但其实可能你是那个障碍还没有超越到。当你超越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会思考说，为何人对圣经缺乏热忱呢？就是不让灵魂从圣经得到喂养，这是很普遍的现今社会的现象。很多人把圣经拿来当装饰品放在咖啡桌、客厅、书橱。有人是常常用圣经的按手做宣誓。我们知道美国总统要就任要宣誓嘞。最近新加坡的那些新的总理还有新加坡的一些部长，听说很多都是基督徒，他们也自己拿圣经来做见证。好，这个是很好的装饰或是一个宣誓。那有人把它放在床头柜，有人把它在盖建筑的时候把那一本圣经放在地基，说这是建立这个地基，或是把它当成伟大的作品来读，这些都是正面没错啦。但是真正要把圣经活出你的生命，在生命当中显示，这个才是最基本的。圣经所也展现出来的一个权威跟它的力量已经存在了，但是一定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才会连结起来。所以保罗他就在提摩太后书4章3到4节提醒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耳朵发痒，并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语言。哇，现在这个资讯等于是爆炸了特别 AI 一来哇，我们所有资讯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会有不爱慕上帝话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是胃口惯坏了，以为世界很多新奇的事物、新奇的知识我都吸收不完，圣经是老古董了，不把它当成一回事。第二个是圣经无法满足我们自己，可能觉得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满足。第3个，就像保罗所说的，耳朵发痒不再接受教导。耳朵发痒是一个俗语，或是一个描述啦，就好像我们长辈父母亲教导小孩小孩有听没有进叫耳朵发痒，他感觉
没有听进去的意思。我们台湾就比较习惯说，从右边听出来，左边跑出去了，这个也是发扬的一种。弟兄姐妹，我期待我们富强教会标榜什么样不重要，但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把圣经当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圣经就像运动一样，唯有学习圣经并教导圣经，才能面对别人提出的难题。有时候我们很多知识上的一个面对，很多挑战用知识去面对，但是你有没有从生命上去看见圣经的智慧，让你能面对社会的挑战？不只是面对这个社会被人提出的难题的挑战，而且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不是靠人的知识，而是靠圣经、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要一起学习，一起勉励说，在圣经有这5种对我们美好的教导，或是对我们的重要性，那我们就更能肯定你的读经生活不是一个教会的规矩，或是一个习俗，或是一个风气，或是你们小组的互相要求说我读完了我不读好像不好意思，真的把它落实到你的生命当中圣经研读的重要性，第一个是帮助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学就是对上帝正确的观念嘛。神学就是从圣经里面去归纳、去组织、去逻辑化那个神对神的信仰。所以有位出名的英国的文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叫 C.S. Lewis 路易斯，他讲过这段话，他说：若你不肯听神学，不表示你对上帝一无所知。意思说你不肯听，也不说你都不懂了，但是他说你对上帝一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很多人是似懂非懂，或是一知半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而不是从圣经里面。那这个是最危险的，因为 C.S. 路易斯说，你可能是一大堆错误的观念，那变成你的一个认识神的形态，有时候会很不容易去改变它，因为你用那个固定的形态在认识神那第二个，耶稣在旷野受撒旦试探的时候，撒旦也用断章取义的圣经在挑战耶稣。所以不是正派的人会用圣经连撒旦也会用圣经所以耶稣就是说，按照正义分解真理来回答撒旦。所以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融会贯通，我们才能够胸有成竹的对撒旦说，圣经有记载什么什么什么。我们都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代一位年轻的神父叫做马丁路德，他提出了对当时教宗以及天主教所传下的一些教导，他的一个挑战，我们叫95条嘛。他提出他的质疑，年轻人嘛，想要辩论，但是天主教当时用他们庞大的势力压说，你退出，把那些疑问把它收回去，那我们就赦免你，让你继续当神父，有点威胁的味道，而且还派那高官那些至高的领袖来到教堂里面去质问他，说你哪里错哪里错，赶快改过来。那这位马丁路德很认真研读圣经，他不是随随便便按照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脾气或是自己的一时的兴起来提出，他是一直读圣经，读到说天主教讲的跟圣经不一样所以当他面对这些大的官员那些势力压迫他的时候，要叫他收回他的想法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非常勇敢的证明的话，他说：你们要我收回我的提议，请你们用圣经来指责我，你们用圣经来证明我错误的，否则他讲一句话说 Here I stand， 我站在这边永远不退缩，除非你用圣经来讲我的错误所以马丁路德就是因为他一直反复的读圣经，看不见当时天主教的教导，所以他才
提出宗教改革，而且他的宗教改革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啊。等他开始接受审判的时候，一大堆人就跟着他走了，因为他们认为马丁路德讲的才对，所以这个才是发生我们在历史上重要的宗教改革嘛。所以读圣经才能面对一切的挑战，就像马丁路德一样。第二个是分辨虚假的教导，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一个小故事说，英格兰的警察厅他们有一个防伪部门的警官，他们专门在查验到底这个钞票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当时还没有像现在那个仪器那么发达有人去访问说，你们在这个防伪这个钞票，你到底用什么办法？你是不是常常去检查那个伪钞到底这个质量是怎么样？他们说没有，我们不检查伪钞，我们只查验真钞。换句话说，我常常去了解这个真钞的材质、它的印刷、它的一个图案。我当久的时候，我对真钞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熟透了。我一摸那个假钞，我一看那个假钞，马上感觉这个不对。我们读圣经也一样，我们用其他方式来批判这个对不对？你只要有圣经的真理，你就会面对一切的挑战，特别是那些虚伪的教导我们看到一个印证，就是《使徒行传》17章11节，比利亚人聆听使徒保罗的教导，讲完之后，他们就说甘心领受这道，而且天天考察圣经。这段经文记载在17章的10节到11节，我们看到这些人怎么样？他说，一天晚上，信徒们立刻送保罗和西拉往比利亚，就是一个地方嘛他们到了那里，就进犹太人的会堂来教导，来，好像是这一个老师来了，要讲给所有比利亚人听呢。圣经记载说，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他们热心倾听信息，每天查考圣经，要知道保罗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一位已经很出名的，或是一位大的宣教师来讲道，他们都很认真查考圣经，要明白说到底保罗所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而不是人云亦云，好像迷信大牌一讲我就跟了。所以等于这个比利亚人他们一个见证，一个让我们很好的学习的见证。第三个，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我们灵魂的食粮了。约伯就是这样的见证。我们刚读的11到12节，他怎么说？他说：“我紧跟着他的步伐，我跟随他的道路，不敢偏差。我时时刻刻遵守他的命令，我跟从他的旨意，不从自己的欲望。”约伯所以能够走过或是撑过那个人生最大的危机跟挑战，不是他有比人家有坚强的意志，或是他多聪明或是他有很多人帮助他，而是因为他一直沉着的掌握住圣经的教导，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我们台湾人有一个很传统的习惯叫吃什么补什么尤其我们台湾那个夜市哇，你如果每一天吃一摊，大概吃了1年都还吃不完。台湾的夜市太丰富了，连黄仁勋都受不了它的诱惑但是台湾人有一种观念是说，吃什么吃脑补脑就反正为一种外形的形态来觉得自己补什么东西。当然这个营养学家医生不一定这样认定，但是我们如果从信仰上属灵上方面，我们如果要得到真正的补你的心灵，就是要靠圣经，因为从圣经才能得到真正的养分，而不是随便乱吃吃这个吃那个，花钱还事小伤了身体就更糟糕了。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主耶稣他的门徒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就是学习耶稣的态度他在面对魔鬼的撒旦的挑战的时候，他就勇敢的宣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你有这样的认知跟决定的时候，你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你都能够安然的度过，因为
圣经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跟盾牌。弟兄姐妹，第4个是我们从圣经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的挑战，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听到这个讯息是说，我们人生可能有一些蝗虫在你身上，一些挑战跟灾难。那我们碰到困境或难以抉择的时候，你不是请教专家，或是看自己的经验或是知识，你要学习会问圣经有什么样教导的原则。当圣经给你一个方向的时候，你的知识、你的一些力量帮助你就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不然的话，你方向错误，帮助你是越帮越忙呢，帮倒忙，或者说你努力了一切，到最后没有好的结果。所以圣经给你的智慧是一个原则，什么方向往前走，那神给你的智慧就是圣经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心、上帝的旨意，你就是要研读圣经，你要从圣经里面得到真正的学习跟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最后一点是，圣经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圣经是对我们说话，上帝对我们说话。你说我要领受神的启示，你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能力去敏锐看见神跟你说什么话，有时候你都会判断说，到底这个是真的话还是魔鬼的话，你都没有办法确定。但请记得，圣经才是你最重要、最根本的根据哈。所以马丁路德，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改教的英雄哈，他说圣经是活的，他对我说话，他有脚追赶着我，他有手按在我身上。他用身体的描述在表示说，圣经是活的，是跟你生命连接的关系啊。这位马丁路德，那成为宗教改革的领袖，而且影响了整个欧洲的那个历史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的就基督宗教我们的改革中都是从马丁路德所开始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圣经不只是印在书上的字句的，它是活的字句，圣灵透过它对你说话。圣经是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重要的对话，所以我们要进入上帝的道，从上帝的道得到造就，让上帝也进到里面。所以我们用威斯理约翰，另外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是一个宣教师、宣教家，约翰威斯理他讲给我们这一句话来做结束。他说：“给我100个全心全意爱神，除了罪以外什么都不怕的人，我就可以移动全世界。”这位卫斯理他到美国、在英国、在欧洲布道，最后这个卫理公会就从他来产生的，成为一个在美国大概是卫理公会跟浸信会是最大的教派，比我们长老教会还大。换句话说，当我们把教会建立在圣经的真理，我们基督徒把圣经当成我们这个生命的依靠的时候，你就可以抵挡一切的挑战。愿神也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迎接50禧年的时候，用至圣的真道得到真正的造就。那我们这样的基础，不论是我们50周年或是60周年，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徒的质量都是有力量去承接任何的挑战，这也是福音的任务。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然后我们一起来做祷告这首诗歌奔跑不放弃，我们坐着来唱